食饭啊，做事了，卖假啊！小放牛了，没使假啊，没使。三月里来，桃心花儿白，水仙花儿开。又只见那芍药牡丹全一开，妈妈一对儿一哟嘿。买给你要知，我要知，太幸福一个，好久就在心花村。哇，好久没有录这个哦，我们这个小哥爱说笑了，观众已经把它调掉。哎呀，本来是给困对吧？哎呀，面颊炸到传好水。现在还来两个传统以前一点的笑话。以前一点啊，第一个就是个脑筋急转弯。没问我。简单的很，不要怕。武松为什么要打虎？武松急转弯一下，不是渡丢啊？碰到老虎了就要打死他。渡丢啊哈！洗你洗都是我忙错啊。错，那这他们两个都属老虎的啊，两个都属，然后山中不能容二虎嘛。错，我还有武松讨厌老虎啊，他恨老虎。很简单嘛，武松打虎是为了他哥哥，为了他哥哥，为了武大郎。为什么呢？武松的这个他的大嫂是谁啊？潘金莲啊。所以说他这个打虎啊，为了取得虎鞭，回去给哥哥补一下。这想过，急转弯没有标准哦。刚才是你的这个是伸一下哦啊，接着下来又要讲个笑话啊，讲个故事啊。刚刚说要讲两个嘛，是。第二个是讲以前呢都三妻四妾，古早的时阵。对，哇后嘞。晚归呢，后牙抓几个某对吧？那我高啦，每一家都娶好几个。是，就娶了一个这个小妾。大某睡衣都丢哦啊，这怎么办呢？以后大家这个睡觉的问题只有一个员外啊，大家要协调好。是啊，所以说这样子，睡前的时候，婢女啊，在睡前酒啊端上来的时候，大概上来阿伯的偏喝水。大太太，您就代表那一杯白酒哦啊，睡衣里的是红酒啊。每天晚上我要举哪一杯酒来喝的时候呢，这个人就要准备去梳洗。待会儿员外我就要临幸啊。另外一个今天的喝水。上阿伯公喝水了啊，这个进来了以后，是进来说，杯女就端上来，老爷睡前到了，您今儿晚喝什么酒？这有2杯，今儿晚当然是这个新鲜一点的，那我当然是喝红酒啊。对啊，就行。那大太太一看，阿那马西丢，打几百两嘛，对，喝一些新鲜一下。好，是老爷，这您选择。大太太就走了啊，这小老婆就准备了。到第二天呢，杯女又来了，老爷。今晚您要喝什么酒？哎呀，昨天红酒相当新鲜，觉得意犹未尽，可以再回味一下。今晚我还是选择喝红酒。他就有点，眼睛有点用白的地方看他。好了，算了，新盖的茅斯3天香嘛。好了，我另一调解了。到了第3天了，老爷，今晚您要喝什么酒呢？哎呀，真是除了意犹未尽之外，值得一尝。再尝后劲十足，第二个我还是选红酒。不错，大太太就我想有没有 key 我们？你搞什么？每天喝红酒。好，我来，该给他一捆了。到了第4天的时候，婢女端到楼梯走经过那个房间了，大伯都给他请过来。来，今天我来服务一下。有没有来动一条？倒想问他为什么？老爷，今晚您要喝红酒还是白酒？啊，说到这个红酒，实在是。令人齿颊留香，很想下来。结果我就选红酒吧。哈，莫了 K 我买就拿胆了，不是我在讲的啊。你这个人也是啥？红酒固然好喝，你就一喝再喝，白酒就不是酒了吗？啊？难道白酒摆在什么还招待客人不成？他说的唱，这个笑话的高明在哪里？是3个人在对话。哎呦。这个默契，旁边的婢女都听不懂。是。哎呦，大家自己去想啊。